在地人在地前要来看这个台东中国大地艺术季。去年是有真侪游客沿着197县道来找找迷人佮特殊的创作。今年的艺术季除了保留去年11件作品之外，是邀请更较侪国内外艺术家来加入到创作的行列。倒参彩梨的大街小巷的路口的反光镜，嘛将做创作的元素之一。钓到了呢，你看。 青樟水、地刀雷啊，离荷花池边钓鱼啊，这老大人面顶悬拢是条纹，敢若亲像你甲大家讲，做伙来思考人生。花最长的时间是在于他的眼神的表达。街仔头顶悬世界拢看会到的反光镜，离台湾竞赛爬马丁伊的心内底，变成是台湾最特别的风景。伊甲这的反光镜和边仔环境甲人变成一体。 嘛，希望讲行的反射会当互咱人搁反省一下。Sometimes these days people would taking pictures all the time, but they're not actually looking. They're only looking at themselves. 延续去年台东艺术季的活动，今年有搁较侪国内和国外的创作加入，对地上到关山。差不多大概100公斤的土壤，就是要用人体砍出来的那种感觉。 艺术家叶海地用阿美族传统制作灰仔的方法，烧出700片的灰仔片，佮用线甲吊起来，看和听相同的享受。这是自然和人共同的记忆。嘛，希望讲这个活动会当互大家，伫度过疫情了后，得到一丝丝的安慰。